Hello，歡迎收睇衰衰 channel。咁梁小龍咧，其實我相信後生一輩咧，應該就未必知道佢啦。應該年紀大嗰啲，即可能50-60歲嘅先至可能會知道吓，因為佢係70年代先入行嘅一個武打影星嚟嘅吓。咁其實我都知道佢，咁點解咧？因為其實我喺10幾年前咧翻香港旅遊嘅時候咧，咁當時我夜鬼嚟噶嘛吓，咁夜晚打開電視機就見到播佢啲劇集，重播佢啲劇集，所以我知道邊個係梁小龍咁我哋根據01報道啦吓，佢就話咧呢個梁小龍咧就唔係啱啱先死嘅，就喺1月14號就已經逝世咗噶啦，享年77歲。消息咧就獲佢嘅朋友證實嘅。佢嘅屋企人咧而家喺度低調處理緊呢個後事，暫定於1月26號喺深圳龍崗舉行呢個出殯嘅儀式。梁小龍咧佢就見證咗香港動作電影嘅興衰啊。早喺70年代嘅時候就入行，就拍過好多部電視劇同埋電影早年咧就以電視劇大後霍元甲同埋陳真裏面飾演嘅陳真呢個角色就紅遍大江南北。我頭先我話我喺香港咧半夜見到佢啲劇集重播咧，就係大後霍元甲同埋陳真。喺大後霍元甲入邊咧，主角就梗係霍元甲啦。但係飾演霍元甲嗰個演員咧，我就唔知佢叫咩名啦。應該上一代50-60歲嘅人應該會知啊。至於梁小龍佢喺大後霍元甲裏面飾演啲咩角色咧？梗係飾演陳真啦。可以算係第二男主角嘅，我諗應該係，即係其實佢嗰套大後霍元甲咧，就等於你可以當佢係後來甄子丹拍嘅嗰套精武門嗰套嚟睇啦，係啦。因為咧梁小龍咧拍完大後霍元甲之後咧，佢就再拍一部就係叫陳真繼續飾演陳真。大後霍元甲裏面咧，佢飾演陳真之後咧，續集咧就係叫陳真啦。喺陳真入邊咧就飾演陳真。續集咧，陳真入邊咧係講咩故事咧？其實都係大後霍元甲嗰一部電視劇完咗之後嘅故事。大後霍元甲嗰個故事係好似甄子丹後來拍嗰套精武門咁嘅，就係話陳真打到去日本仔嗰個虹口道場打完之後佢出翻嚟，跟住就有成大班巡捕房揸住支槍對住佢，佢就衝出去啦，叫哇咁樣吓，跟住啲槍咁樣吓，啲人以為佢死咗，其實就未死嘅，係因為呢個上海市長大家都係中國人啦，中國人幫翻中國人，就揾咗替身啲人以為佢死咗其實佢就隱姓埋名去咗第二度生活之後之後就佢又當然翻嚟上海生活啦，但係嗰陣時嘅上海精武門已經係荒廢咗噶啦霍元甲亦都死咗啦。霍元甲其實幾時死嘅？大家如果有睇過後期甄子丹拍嘅嗰套精武門咧，就應該知道霍元甲係幾時死噶啦。精武門未關門之前咧，霍元甲就已經死咗噶啦。所以咧梁小龍咧佢喺陳真嗰個電視劇入邊咧就個故事就係講啲人以為陳真死咗，但其實未死嘅，佢咗第二度生活隱姓埋名之後就翻嚟上海呢個地方，但係當時個精武門就已經係關咗門啦，荒廢咗啦後來你香港咧甄子丹拍嗰套精武門咧，淨係拍到話最尾嗰一幕陳真衝出去，跟住就俾亂槍掃射，啲人以為佢死咗冇啦如果你想睇翻之後續嘅故事咧，咁你可以去 Google 睇下搵到以前梁小龍拍嘅嗰套電視劇陳真嗰個陳真咧就係之後嘅故事啦其實佢係早於咧甄子丹演呢個陳真大家可能淨係睇過甄子丹拍嗰套精武門裏邊演陳真呢個角色，但係佢係早過甄子丹之前嘅，演呢個陳真呢個角色當然啦，以前嗰啲武打片就冇之後嗰啲咁多特技啦以前係真係好似拳拳到肉嘅你可能依家啲人睇翻以前嗰啲片，可能覺得
冇乜特技，唔係咁好睇，但係其實就相對就會比較真實咯咁根據另一報道咧就話咧佢咧當時同呢個李小龍同埋成龍同埋狄龍就號稱四小龍四條龍即係佢當時咧就紅遍大江南北噶不過咧梁小龍咧就喺80年代尾咧就息影10幾年啦，係啦，咁之後咧直至到2004年就獲呢個周星馳邀請出山，參演呢個功夫電影。咁功夫大家知啦，係咪先？我都有睇係啦。咁喺片入邊咧就飾演呢個火雲邪神嘅角色，深入民心啲觀眾就開始記得佢啦。不過咧梁小龍咧佢咧其實咧同周星馳嘅關係其實都麻麻啫喎，其實佢兼且佢話咧佢唔會叫佢做星爺喎佢話叫星爺嘅話咧係侮辱咗佢自己。佢話咧佢只能夠叫佢做導演佢都尊重佢嘅就冇話睇唔起周星馳嘅咁梁小龍咧亦都透露喺片場咧大家都尊稱周星馳為星爺噶，但係佢就堅持唔叫佢淨係會以導演嚟稱呼對方嘅啫。佢又強調咧唔認為自己被星爺捧紅，佢話佢唔承認噶佢話我好討厭人哋講咩捧，我又唔係新人捧咩啫。電影係綜合性噶嘛，每一個部分都好重要噶，我真係唔接受周星馳捧起咗我咯根本就冇準備拍佢嘅戲，捧乜嘢咧俾我嘅片酬又唔夠我做1個月嘅生意嘅錢咁梁小龍咧佢亦都認為自己唔係新人啦所以根本唔存在被捧嘅說法仲話如果唔配合佢咧咁個片酬會唔會更加高啲咧？不過佢就堅持咧唔肯透露片酬嘅金額係幾多啦但係就承認咧個片酬係並唔滿意嘅，即係拍功夫嗰套片咁仲話佢個金額咧絕對唔係我想要噶，但係冇辦法啦，都已經做緊嘢啦都已經做完啦咁其實你拍戲之前唔係應該傾好咗片酬幾多嘅咩？咁如果你唔滿意嘅話咁你咪唔好拍咯咁其實係有內幕噶，其實係有原因嘅我哋繼續講啦言談之間咧梁小龍咧就似乎諸多不滿啦亦都揚言周星馳打唔打得過我即係佢話周星馳能唔能夠打得過佢咁樣佢話雖然佢功夫好喺戲裏面我就打唔過佢，咁梗係戲裏面周星馳主角嚟噶嘛咁佢就話咁你話邊個捧邊個咧就算周星馳喺度我都咁樣講噶，你打唔打得過我我仲係佢嘅老前輩噶捧我乜嘢啫？唔信我你問下周星馳你睇佢點樣講？老前輩就係老前輩功夫好過佢就係好過佢。我話如果我輸俾佢我跪喺佢面前。咁對於梁小龍呢啲言論咧有網民咧就有唔同嘅意見。有啲人咧就認為梁小龍咧的確係憑陳真呢個角色紅極一時，但係咧亦都有人認為咧如果冇後來嘅火雲邪神呢個角色嘅話咧，咁大家都未必記得仲有梁小龍呢個人咁所以大家喺網上就掀起呢啲熱烈嘅討論啦係咯。之後咧梁小龍就話咧拍完功夫之後咧有好多人搵佢拍戲嘅，咁但係佢都冇答應咁點解咧佢就話咧有一部戲咧因為只需要拍12日，佢係諗住接噶啦，但係就問一問喂邊個做導演噶周星馳咁我唔簽啦，佢做導演咁咩原因咧佢話原因就係咧做完都收唔足錢嘅，而且壓力又大又冇劇本嘅佢到時叫你做乜就做乜同埋 MG 親咧都起碼幾十個嘅，真噶你都唔知道錯喺邊度大佬 MG 幾廿個佢話再嚟咁樣拍咗7至8個 NG 之後咧
咁周星馳就話咧，嗱最好講喺頭先第二個 MG 裏面嘅第三句對白嘅表情就最好咁用翻嗰個咁梁小龍就話咧，我想講粗口添啊，當時我點知我係第幾個 MG 嗰度做過啲乜嘢表情啊？我第一次幫佢拍功夫嘅時候，第一個鏡頭就 MG 咗48次啊！唉，我仲話唔係啊，咁樣嚟串我咁周星馳就話唔係啊，小龍哥，你係 MG 得最少嗰個嚟噶啦，已經咁所以咧大家都以為喂你接個角色嚟做之前，佢搵呢排之前唔係應該傾好咗片酬，你滿意先接噶嘛，係咪先咁點解之後話片酬係唔滿意啊？但係已經做緊啦兼且亦都已經做完啦。原來就因為你講就話俾幾多片酬都好啦，但係周星馳原來係俾唔足片酬你嘅之後，哇咁呢個真係唔得啦，我覺得即係雖然周星馳之前一直都有同佢合作過嗰啲演員，都話佢刻薄又要求高又唔顧演員嘅感受同埋死活又仲話佢孤寒添，仲話咁今次梁小龍佢接受訪問嘅時候，佢講話喂收唔足錢嘅喎，喂咁睇嚟真係可能孤寒喎，真係真係即係總之呢啲全部都係幾負面嘅嘢嚟嘅。講真，喂你拍戲你講咗幾多咪幾多，即係大家好似大家去翻工咁樣啫嘛，人工講定咗，喂一個月幾多就幾多，喂唔係話之後俾唔足你喎，大佬黐線嘅真係咪先？呢啲唔得噶嘛，大家都係搵食係咪先？你真係你唔俾咁多嘅，咁你就早享啦，大佬係咪先？真係咁再加上我唔信你冇錢咯，係咪你只不過孤寒咋，係咪講咗幾多就幾多啦，大佬咁另外咧，梁小龍咧近年咧即係喺佢逝之前近年就主力喺內地發展噶，咁亦都移居咗內地大概5至6年啦5至6年。舊年10月咧，佢就曾經翻過香港出席呢個公開活動噶。咁當時完全睇唔到佢健康係有啲咩有啲咩問題即係有啲咩徵兆咁樣噶。咁佢喺受訪問嘅時候咧，就透露近年依然係十分之繁忙噶，為咗工作咧就走遍各地更加直言咧，佢喺內地嘅生活就十分適合自己。佢話大陸係中國人嘅地方，有乜理由唔慣依家所有企業都去咗大陸或者外國，我哋電影都係噶。因為依家拍一部電影你小製作就冇興趣，大製作咧又冇人夠膽投資，所以都去晒大陸咯。咁記者就問啦，你參與嘅都係大製作嗎？咁佢就話中型啦，所謂嘅大製作係700千萬以上，小製作就幾百萬，但係請個演員都唔夠好咩梁小龍咧，佢中華影壇幾廿年啦咁佢就話佢對接拍角色咧，亦都有自己原則嘅。佢喺訪問中入邊咧，曾經就坦言就講過話，拍戲咧一早已經唔係為咗錢噶啦，而係為咗累積落嚟嘅粉絲。佢話都要對得住佢哋先得嘅。咁佢更加霸氣咁樣講咧，佢話一般人咧請我唔起噶，唔好講話幾多錢啦。我喺大陸咧就好榮幸噶。全中國影迷當我係民族英雄，因為我做咗好多唔會令國家丟臉嘅事，所以一般嗰啲毒販黑社會嘅角色我都唔拍噶。做咗咁多年，拍戲唔係淨係為咗搵錢咯。報道咧就講完啦。咁大家咧，無論大家識唔識呢個人都好啦佢係曾經紅過嘅，不過就比較早期啦因為連我作為中年人士，我都如果冇喺深夜睇過佢啲劇集嘅話咧，咁我諗我都唔知有呢個人，因為講真，佢又唔係生得靚仔即係真係再加上又唔係我嗰個年代即係比我更加早嘅年代咁但係大家咧如果對佢嘅劇集，因為佢始終早期拍過《精武門》啦，同即係演過陳真啦即係如果大家想睇翻比甄子丹更加早期嗰個陳真嘅演繹角色嘅話咧大家可以上網可以試下
揾下睇，揾到以前大學霍元甲同埋陳真呢兩套電視劇集嚟睇，因為其實個電視主題曲都幾好聽嘅，即係其實都係嗰啲咩咩振奮中國人嘅歌詞嚟噶吓。咁今日呢條片就講到呢度，咁大家有乜意見記得留低你嘅意見，唔好記得訂閱同埋讚好。咁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